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桃園機場，今年是第2屆得到全球最佳行李運送的冠軍，打敗到入圍前3名的日本福岡機場甲關西機場。但是桃園機場的行李輸送大，時不時就各種害去，哪會閣得獎呢？專家來分析，講這個速度緊、準確度懸是得獎的原因。報隊幾台前，遊客大包細包大禮拜日，出國人潮大爆發。今年桃園機場用69天，累計量就超過1000萬人次，創下最近幾年來上緊的紀錄。昨甚至得到 Skytrax 全球上讚行李運送的冠軍豔冠。真正行李輸送大，正在各種發生真熱件，因為行李縮大入去了，必須轉盤卡條咧。不過最近改善後，人客認為講，這個領行李的速度加真緊。今天的速度讓我非常驚訝，整個都很順，蠻快的，大概5分鐘內就拿到了。桃園機場去年甲今年攏得到全世界上讚的行李運送的首獎，打敗日本福岡機場甲關西機場，專家是安尼分析的。桃園機場整體的行李系統處理速度以及準確性來說呢，直接跟國際其他的樞紐機場相比呢，的確是位於前段班。那1、2航廈目前輸送系統在目前都是滿載營運的狀況下，還可以完成第一件行李15分鐘，以及最後一件行李45分鐘出來的標準。專家認為未來第3航廈完工後，行李的運送會更加有效率。機場的行李系統呢，需要非常大的空間留給輸送帶以及備用回路，而現有的2個航廈本身都已經有一些限制。那在第3航廈完工之後呢，將會有更大的腹地來處理行李，可以有效分擔目前的旅客量。要安怎確保行李運送大會較順利？上較要緊的意願是咱人客愛將這個行李保護套甲束帶固定好，莫有落去，才會當更較順利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